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乐乐，你看，哇，足大足水的月娘，敢若月饼咧。对啊，昨暗时是满月哦。满月的时阵，月娘敢就会特别大？无一定真大，但是会特别圆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对阿姊，我发现，不管我行去倒位，月娘就行去倒位。我转弯，伊就转弯；我行较慢咧，伊就行较慢咧。月娘敢是想要甲我转去厝里？咱来去天文馆问月球看卖，无得靠月球有真侪趣味的秘密咯。哇，这个咧转的是啥物？小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天文馆，我是月球先生。月球先生，请问你是安怎要一直甲我对咧？甲你对？哦，我知啊。你是毋是叫是你行到底，我拢会对你行到底？其实我无对你行，因为我甲恁住的所在距离非常远。虽然我有振动，但是恁拢看袂到，所以才会互你感觉我一直对你行。原来是安尼，月球先生，你敢一直拢咧踅圆箍啊？你要踅去倒位啊？真久进前，地球甲另外一粒星球相撞，流落来的碎片聚集以后，就变做我，而且我阁会一直对地球公转哦。公转？来，小朋友，请你以倒仔为中心，踅这个倒仔一轮。好啊！像你拄则安尼一直踅倒仔，就是你对倒仔公转哦。我就是安尼踅地球的哦。而且同时间，我阁会家己踅圆箍仔，叫做自转。你敢一直伫地球边的？我哪会拢无看到你？像今仔日早起就无啊。哦，小朋友，请要看卖。有时阵日时看袂到我的原因是啥？一，我落山，互关山挡牢咧。二，我踅圆箍仔踅到昏头，袂记你出来啊。三，日头伤光啊，所以看袂到我。答案是一，我落山，互关山挡牢咧。三，日头伤光啊，所以看袂到我。我是卫星，是家己无法度发光的星球。恁会当看到我，拢是因为我反射日头的光。但是日时的日头小姐的光伤强，会甲我的月光嵌起来。暗时地球背向日头，日头光变少，这个时阵恁看袂到日头，就看会到我。哦，昨昏暗时我看到你阁大阁光，但是有时阵我看你阁像圆圆的金石。月球先生，你足厉害的，阁会换形状。对啊，我介意食金石，嘛介意食月饼。月饼上好是包金石口味的啊！毋是啦，这是因为我公转的时阵，踅去地球的边啊，日头照到我的所在，会当反射去地球的部分，敢若一点点啊。所以对地球看我，嘛敢若会当看到一点点啊。但是踅去地球的另外一边的时阵，对地球顶会当看到我被照光的所在，就愈来愈侪。所以恁看我嘛会一天比一天大颗，最后就变做像月饼的满月啊！所以我踅了像金石、月饼，也是草橄榄球，甲我公转转去地有关系哦。啊，你看，
要转到黑暗的所在啊！什么？月球先生发生什么代志？小朋友，免惊免惊，有时阵就是会发生这款代志。地球移动到我甲日头小姐的中央，阮排做一条直线的时阵，地球就会挡到日头小姐照着我身躯顶的光，就会产生食月现象。地球顶的人就叫是我互黑暗遮去啊！偷偷甲你讲，就连日头小姐嘛有可能会拄到这款代志哦。日头小姐敢嘛会互人食去？喏，你去问伊看卖就知啊。你遮尔讲，一定是日头小姐。小朋友你好，先互你又看卖，是安怎日头光会遮尔光呢？一有生物一直伫我身躯顶耍烟花机。二我一直食会喷火的物件。三我是由温度非常悬的气体所做的。答案是三，我是由温度非常悬的气体所做的。我内底核心温度真悬，是规个日头上重要的能量来源。内底的能量会照热能传送去外口，嘛就互我有够热的能量发光。毋过我的光嘛无遮光，只是伫人类会当看到的天星内底是上光的，而且我会家己发光，叫做恒星。拄则月球先生有讲伊是啥物星，所以伊袂家己发光。月球先生是卫星，而且会对地球踅。那安尼，你感觉月球先生同款会生伊箍啊？会啊，只是我离恁搁较远，所以恁看袂出来。月球先生转啊转，转到地球甲日头中。阮三个伫要连做一条直线的时阵，月球先生会甲我照去地球的光挡掉咧，就会有食日的现象。假使讲月球先生甲我全部炸起来，这个时阵天顶会暗淡无光，你嘛看袂到秘伫月球后壁的日头。对啊，对恒星踅的星球叫游星，地球会对我踅。所以地球是游星，宇宙内底除了地球，阁有其他几粒一直对我踅古锥游星。你会当去遐熟悉因咯。哇，遮足侪彩色的球！你好，我是地球的姊妹啊，金星。你好，我是地球的双生啊兄弟火星。我是8大游星内底生了上大的木星。我上特别，我有真水的土星环。伤济啊，我舞袂清楚啊啦！啊，真是嘞，阮伤过想要甲你做朋友，伤痛啊！你好，我是离地球上近的金星哦。假使讲你坐火箭，只要36天就会当到金星哦。你看我的皮肤骨骨顺顺，因为我互一层厚厚的大气层包起来，亲像是天然的面皮，互我袂鸟啾啾。但是这嘛互我的温度非常非常悬。另外，我的身材大细，体质拢甲地球真像，所以大家才会讲我甲地球是姊妹哦。金星黄黄光光，真水。金星是地球的姊妹啊，我火星是地球的双生啊兄弟哦。双生啊，虽然你甲地球拢是圆的，也毋过做了无像啊。大家讲阮是双生啊，是咧讲阮的环境真成。有科学家用厉害的机器替我翕相，研究分析，发现伫我的身躯顶有打气的河床。推测我捌有水，有水应该就会当孕育生命，只是
我嘛无法度甲水流落来，所以大家可能阁袂当来火车生我。不过欢迎你来找我佚佗，这火钱只要51天就会当交啊哦。哦，我足期待当去找你耍，看卖啊是毋是真是有水伫你的身躯着。哦，这粒球足大粒的。啥物球？我是无青，8大油青，就我的体积上大、上厉害，哈哈哈哈！迄有啥物好骄傲的啊？8大油青，就我的土青拳上水、上特别。嘿嘿嘿，你讲的敢是你身躯顶的药裤啊？啥物药裤啊？是土青拳，我的土青拳上特别。也是我体积大较厉害。恁拢普通啦，我的皮肤真贵。拜托咧，敢当我的身球肯定有水，会当应用性命呢。哇我体积较大啦，你哪会讲起来乐乐，欢迎继续玩，来去倒位看卖。我较厉害啦！小朋友，今仔日咱去天文馆，知影月娘会射地球公转，射去无同的位置。咱看到的月娘形状就会无同。听讲最近会有实月哦。找你的阿爸阿母做伙查资料，准备观察实月咯。对啊，8大油车，阁有其他的油车。咱今仔日敢若认捌金车、木车、火车、甲土车，阁有啥物其他的油车咧？知影答案的小朋友，欢迎留话也是写批甲我讲哦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。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，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